今年太子宫前面的旧庙，比较远的是新庙。那今天举办放生，哦，有200公斤的鳖啊，鳖的鳖呢，放生哦。然后不要杀生啊，不要杀龟鳖啊，鳝鱼啦、泥鳅啦，蛇啦都不要杀了。哦，放生得到长岁寿，放生会帮助得到长岁寿。这算太子宫庙的放生地。哦，我讲200公斤的，200斤的鳖的放生，中华民国105，今仔日农历9月初2。哦，这太子宫府庙头前日，这窟窿，这高窟窿那足早就拢有啊。哦，遮拄会当放生，真好。哦，放生有爱心哦，长岁寿哦，减病好啊。哦，是太子宫庙，乾隆旧庙，比较远的是大安新庙。